頭起先，咱要來關心的就是這嘉義市透早4點外時，興業東路這個巷仔內呢是發生一場火災，因為這現場是真矮，水靈車無法度入去，而且佮加上這導火的所在是柴房厝，所以消防隊剛來會當抽水線來拍火，是有一個60歲的查甫人著傷送病院，因為這場火災計共受13戶燒害去。消防人員爬去住體2樓抓水來拍火。19暝尾4點外的時陣，嘉義市興業東路的巷仔內發生火災，現場攏是大鐵厝的木造建築，佮加上巷仔真個，消防局出動20台消防車，甲55位警消人員，疏散者的住戶計共18人。聽到人個玻璃破的聲，啊，有人咧講話，我就是講咧冤家，你知無？啊，一個頭爾就講規個攏火啊！燒了啦，好啦，上面啦，啊，都去啊啦，冇忙啦。人無去燒着就好啦。因為導火的所在巷仔的大台的消防車無法度駛入去，只會當救水線入來拍火，這攏是燃燒瓦的柴造建築，原本只有一邊燃燒，最後連對面嘛開始燒起來。嘉義市消防局表示，這場火災有13戶來受損，有1名60外歲查甫受傷。這應該來，我們要有一個法規啦，在幾米巷以內，裡面都不准停車了。哦。對吧？那消防車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進來了？這邊啊，因為它巷弄比較狹窄，然後都是木造的一個建築啊，所以它整個輻射熱啊相當的大，所以說一開始啊，這個兩側啊，145巷的兩側啊，都立即的一個做燃燒，都有一個燃燒的一個現象。這場大火在早時6點半之前就受到控制，消防局研判火的點咩，甲這個環境甲建築材料有關係，詳細導火的原因佫需要調查。嘉義市政府嘛啟動安全措施，協助受災戶刷落來的生活需求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